是夏至城主，一直以来兢兢业业，为城为民。在我的努力经营下，夏至城的 GDP 在民族百城中一直位列前3，百姓夜不闭户，安居乐业。我有信心带领夏至城走向繁荣。3年前，夫人和我生了对龙凤胎，太好了，只生了2个，事业有成，家庭幸福，我很满足。除了久治不愈的脱发症。夫君的秃顶已经有核桃大小了，大夫嘱咐，只要避免过于劳累，还是能有希望的。大人留步！今年年初，有位算命先生说我流年不利。这是做什么？快起来！你一堂发黑，今年怕是有道坎儿啊！哼，我当然不信，没在怕。荒谬！这是无稽之谈。大人慈悲，赏了如此多的香油钱。胡说，我没来过。是，贫僧没见过大人。果然，半年来一直相安无事。我原以为这种忙碌而充实的生活会一直持续下去，直到……报告大人，有3个魔族闯进城了。7天前。魔族善于隐蔽，调动全城官兵搜捕一夜未果。隔天一早，突然下起瓢泼大雨，这对搜捕可是不利。哎呀，官人，家里漏雨了。老爷，咱们府中防御瓦片被人揭了，正堂厢房包括牛棚在内18间屋子，间间漏雨呀。算了，先遮一下，等天晴了再补吧。大人，属下家中遭人暗算，有12间屋漏雨，属下9间，属下10间。官兵纷纷告假，回家修缮房屋。身为城主，自然要体恤下属。准了，天晴修不好再回来上班。可是这雨整整下了5天。谁接的网？站住别跑！报告大人，前天收押的光属性犯人，天天在牢里释放闪光弹，试图逃狱。属下和几个守卫都快被闪瞎了。罢了，去库房取点银子，给弟兄们配墨镜吧。第4天，城内8家装备店联名告状，说是遭到魔族抢劫。我和手下乔装打扮，守株待兔，伺机抓捕。书明，速速把你们的镇店之宝交上来，活属性的，别的不要。就是他！啊，还知道报官了？祁红大小姐，你在干嘛呀？废话，拿出来！报告大人，另一位刚刚在花街现身的魔族，据目击者爆料，正是黑家大少爷普洱。夫人啊，听说老爷去花街了。见过普洱少爷。哟，城主大人好久不见啊！身后的那位莫非是净化师？可惜，如果净化师是个女孩子，我说不定就乖乖就范了。干嘛？你别过来！太阳出来了！哇，我的狗眼！你们去监视祁红小姐和普洱少爷，我回衙门想办法。是。听说城主是个秃顶，全秃，真的，戴着假发。哎，听说城主和书记在岗位军火呢，是吗？这么长时间了也没抓回来，肯定有问题。是。哎，听说秃顶会遗传，我好担心。夫人莫慌，至少女娃应该没事。
的心里还在下雨。求大小姐，快住手！普洱公子，别过来！我的帽子！魔族，3个魔族，1个、2个，还有1个。什么人？不要过来！来人呐！哎呀，官人，秃顶有碗口大了。这谁画的小王八？擦不掉呀。小白，我是不是很没用？这几天你教我的光魔法全都用过了，还是突破不了牢房的屏障。小黑的暗魔法也一直用不出来，怎么办？我们是不是要被关在这里一辈子了？我是不是真的很没用？你在犹豫，你竟然在犹豫！主人，你是不是在消沉？我不是很会哄人呀。事到如今，只好拿出杀手锏了。不用魔杖一口气引爆所有魔力，肯定可以炸开这里的。不用魔杖的魔法师应该没有。哎呀！你给我起来！这可是我这样力量的主人呀！再想想别的办法。龙井，你怎么来了？哇，你怎么进来的？你没有来接我。对不起啊，是我没有遵守约定。所以，我来找你了。事情办完了吗？我去夏至城办点事，我有未尽的心愿要去夏至城，办完了就跟你走。我去夏至城办完事，只要你陪我去城里办完事，我就跟你走。这个还没有，有点复杂。就是现在我人在这里，但要去别的地方办事啊，离得不远，就是上面。所以只要我能上去，是吗？跟我走，我带你出去。夏至城遭遇了自建成以来最大危机，原以为是3个魔族闯进城了，没想到其中2位竟是祁红大小姐和普洱大少爷。洪家家长来信让我好好接待大陆唯一魔法师，最后剩下的那只魔族不仅劫走了重要的魔法师，还破坏牢房，打倒狱卒，所有犯人全部逃跑。7个时辰内城市破坏面积高达10%，我调动了全部兵力把犯人陆续缉拿归案，唯独不见了那魔法师。这家长问起来该如何是好？秃顶啊，快藏不住了！城主大人，大人，我叫茉莉，事态紧急，请听我解释。他们不是魔族，普洱和祁红只是黑化的事情。哎，大人你都知道了？你就是和他们一起的那个魔法师。放心吧，大人，我有办法。有话好说，有话好说。龙井，快放开大人呐！那么，这位也是，也不是魔族。至于怎么做才能……是这样的，首先咱们府上有净化师的，对吧？确实有2位。我们就这样。
提前布置好。那样，接下来只需要过来。净化阵已经准备好了，净化师也已经就位，后院内外皆有重兵把守。至于怎么请君入瓮，还请劳驾魔法师大人了。大人在这里等一等，我一定尽力而为。龙井，是我家的娃。我不知道要怎么说服你，但我不会再瞒着你，也不会再让你等那么久。我到这里要办的事，就是为了找到净化师。大家净化成功后，我们继续去冒险，一起去旅行，一起做任务。我不太明白黑化意味着什么，也不知道你想带我去哪里。但你是龙井吗？你是我醒来之后见到的第一个人。我还有很多话想和你聊，有很多地方想和你去，所以就算不答应也没关系。只是如果你愿意的话，可以来我身边吗？你就那么喜欢白色的那个？没有啦，论皮肤的话，还是你比较白啦。好，如你所愿。我回来了。你觉得我的皮肤比较黑？对，不愧是魔法师大人。没事吗？不要紧张。话说回来，普洱和祁红呢？今日发生之事，他们两个吧，省长，就说来话长了。嘿嘿，姑娘若是对得上我这句诗，我就喝了这坛酒；若是对不上，姑娘喝一杯就好。讨厌，公嘴欺负人，再喝人家就要失控了。哼，有意思，打家劫舍比当大小姐有趣多了。哇，幸好你回来了，不然我都不知道要怎么办了。不过祁红和普洱还黑化呢，怎么办呢？我们定个计划，挨个击破。普洱就这么处理，这些都配合一下。还需要钱。祁红呢，就这样，我了解他，可以搞定，可以搞定。齐活儿。那么接下来，祁红大小姐和普洱大少爷也拜托给魔法师大人了。没问题的，城主大人，您家一定有很多值钱的东西吧？祁红的捕获方法：一、散布谣言。听说城主手上有个神奇大宝贝儿。对啊，那可是咱们的镇城之宝。这叫无线剑筒吧？里面有取之不尽的剑。在哪儿啊？在城主家后院。大姐，快把武器交出来，不然葬你们全家！哇哦，他来了，他来了！
哎呦喂，这可怎么办呢？2. 设置捕获装置。天哪，他是不是不敢过来？真没种！哪能啊，她可是洪家大小姐。我们设置的陷阱太难了，他怕了。哎呦，真是丢人呐！哼，就是现在！那么普洱大少爷也拜托了。没问题的，城主，请赞助一些酷营吧。普洱的捕获方法：1. 和月阁老板暗中交易。哎呀，这怎么好意思呢？小小诚意，请笑呢。说好说2. 制造舆论压力。虽然黑色的普洱少爷很优秀，但是奴家更喜欢白色的普洱少爷。奴家也这么觉得。没错。是吧？白龙井就是比黑普洱要好看。哇哦，是白色的龙井少爷耶！白发好迷人啊！嘿嘿。普洱表哥，我们也来采访一下其他人的看法吧。这位太太，的确是白毛比较好看。这位婆婆，还用说吗？当然是白发。这位先生啊，我也觉得是白色的比较好。咱也一样。不出1个时辰，普洱就自己主动来进化了。嘿嘿。解决啦！大家终于变回来了，我还以为这辈子就要交代在这儿了呢。放心吧，善后工作城主已经接手了。另外，这次事件对城里林林总总的破坏，将由官府进行补偿修复。城主的酷营没少用吧？回头我跟爹爹说一声，免下制成半年税负吧。比起这个，城主好像更苦恼发际线问题。听说全城都知道了。补偿了就好了嘛。虽然头发确实没办法。既然都解决了，我们什么时候继续出发？择日不如撞日，就明早吧。说得好，这就收拾行李。这么着急的吗？好，那我趁现在去修补防御啊。原来都是你接的。下一站去哪里？这儿离红白两家的交界处已经很近了，咱们可以坐熊车直接到向日葵营地。这次要走几天？这次没那么远，2天1夜就到了。那个婆婆又想请我喝汤。别喝，亲几次都别喝。茉莉，你没事吧？普洱少爷，那是你的信哎。我的？普洱大人，普洱大人，普洱少爷，救命啊！普洱大人，普洱少爷，虽然您变黑了，但还是求您帮帮我，我被困在这里出不去，求您告知龙井少爷来救我，我要来，喝了这坛酒，我就帮你。龙井，那个月阁的月魁好像是你的影视碧螺春。快走啊！今晚就月阁头牌竞选了。是吗？那可得去见识一下，一起去瞧瞧热闹。普洱借我银子。随身带的，在黑化的时候都挥霍光了。又是那个无事生非的隐士。隐士是什么？隐是不属于任何势力，只忠于个人的力量，按职能划分为隐卫、隐士和隐探。那龙井为什么会有隐士？是的，姐姐，回头再跟你说。分头行动，普洱龙井去找人，我带茉莉去找钱。
城主大人，借我库银3000两。夫人啊，老爷去月阁看表演了。各位老爷、夫人、少爷、小姐们，久等了。花开花落终有时，又是1年1度的月葵总选。今年这届呢，可谓是百花争艳不一般呢。按惯例，咱们这第1位出场的，正是今年的新人夺冠的大热门，才艺样貌唱作俱佳，拥有得天独厚的垂耳兔血统，有请春姑娘。官人，请。好漂亮啊！哼，蠢兔子。果然是比我成功。预算可一定得把控住啊！这库银暂时挪用而已，得尽都填补回去。这一来一回的收押手续费也好浪费啊！我不可交价太高。情况不妙啊！莫西当铺的老板，北武重兵的当家，江东布庄的管事，南海盐商的继承人，都在厂子里。想要把人救出来，可不容易啊！情况不妙啊！莫西当铺的老板，北武重兵的当家，江东布庄的管事，南海盐商的继承人，都在厂子里。想要把人救出来，可不容易啊！龙姐，看来要多花点银子了。等等，千万别冲动，等有人叫价咱们再跟，每次只加1两就可以。1000两。城主，你没事吧？听说了没？咱们城主大人去月阁了。哎呦，你怎么知道？什么意思？你也去了？我去普老罗亲眼看见的。嚯，知人知面不知心呐！可千万别跟别人说啊！城主也是从月阁被丢出来的，竟然做出这事，出价5000两呢！大手笔呀！城主怎么这么有钱啊？放诺可挣不到这么多吧？可不就是我这月月还着房贷呢。这会儿东窗事发了梦。不要人不急，除非己冒昧啊！就是上次审我的大老爷，上梁不正啊！这是，真是令人痛心。夫人，老爷带月葵回家了。多谢普洱大人带龙井少爷来救我，我一定会报答您的救命之恩。碧罗姑娘言重了。我是碧罗，来自绿家，是龙井少爷的隐士，茉莉小姐万福。啊，不客气，不客气。好可爱呀！说吧，这次又是怎么回事？啊，是这样的。1周前，我尾随龙井少爷来到这儿，半路上弄丢了空间袋，不久后饿倒在路边，被一个好心老板娘救了。是人牙子吧？醒来后，我决定在店里打工来报恩，还能顺道蹭个饭嘿蹭个饭。琴棋书法诗词歌赋样样不成，卖身去吧！等等，我会喝酒，很能喝。这
时才发现这是月阁。蠢姑娘，你还能再脱线一点吗？啊，是春姑娘，祁红小姐，你念错了。唉。然后我凭借着喝酒的技能，暂时保住了安全，直到黑化的普洱大人来到这，喝光了所有的酒，我就彻底失去了利用价值。对不起。不要紧，数出来就好，不然怎么跟你爷爷交代啊？唉，又多耽搁了一天。时不过哉，应该不会再出什么岔子了吧？我修书给绿江，帮忙把昆音补回来。碧罗，借仙鹰一用。好的，少爷。月阁也得好好查查。我去找城主谈谈。那我来为城主的清誉想想办法。你是说，魔法师和龙井他们已经解除了黑化？是，夏至城内已经陆续恢复正常，他们应该很快就会离开。哼，有趣了，现在就去找他们玩玩。嘿嘿。哦，传送阵已经修复完成了。还没有。不过现在虽然传送不了人，但送点大家伙过去还是没问题的。是魔兽！差距太大了，这么下去根本拦不住。退守第2层，大家快回房！掩护我！保护向日葵，去找净化师！抓稳了，茉莉。镇定一点，龙井的腰也快被你勒断了。所以跑得这么快，到底是出了什么事啊？向日葵营地遭到魔兽袭击，需要援兵，城主委托我们去解决。向日葵营地也是我们这次出来的任务目的地啦。你还能气得什么啊？营地在红家和白家的交界处，也是民族边境，和魔族领地就隔着一道海峡。切，魔族休战了15年，最近搞这么多事，到底想干嘛？最近只有一件事是特别的，就是魔法师现世，所以之前的波幽黑化，这次的魔兽袭击，可能都跟茉莉有关。啊，原来如此。我就知道穿越过来没那么简单，让我回家。啊，屁股硌得好疼。少爷，陆行雄说好累好饿，好想休息。前面有空地，让陆行雄都恢复一下吧。离营地也不远了，咱们在这里吃点东西吧。想吃什么？酒精黄、多多鸭也行。好，那我和普洱去吧。啊，我也要恢复一下。茉莉小姐辛苦啦。在下和龙井去打猎，你们再捡点柴回来吧。啊，那我跟龙井少爷一起。让他们自己去加锅。茉莉屁股痛，你跟我去拾柴。别讲那么大声啊！
你多大了？哦，我吗？我15岁啦。怎么羡慕啊？哦，羡慕的。羡慕也没用。碧螺是12生肖血统，天生的。12生肖血统？啊，对，你失忆了。12生肖血统具有先天优势，这类血统的民族人或多或少都会在某些方面比较出众，比如外貌、才智、战斗力、寿命很长之类的。等等，也就是说，狗狗血统的龙井和普洱也是？没错，龙井也就算了，普洱那张脸简直太过分了。一个大男人，像话吗这？还要跟你讲，小时候像姑娘，我还当是姐妹。你瞧瞧，你瞧瞧。嗨！说起来，普洱的色盲是12生肖血统的后遗症吗？跟生肖没关系了。你看龙井就很完美啊。啊，除了个头，不过还有机会长高了。嘿。魔兽，季红，有东西在这边一一荒废啊！季红，季红，呀！不要过来，闪光弹！四爷，干嘛呀？这么叫我回头放闪光弹吗？不是，我没有。各位姐姐，对不起，我的蛋不见了，可以帮帮我吗？怎么会有这么可爱的，这么可爱的？各位姐姐。对不起，我的蛋不见了，可以帮帮我吗？怎么会有这么可爱的？怎么会有这么可爱的？啊，这么可爱的男孩子啊！哎，这不是白家的小丫头吗？怎么跑这儿来了？哎，小丫头，对，女孩子，对，女孩子。可是她的蛋，哦，这个啊，她是鸟血统，和我们不一样。它们出生时会自带一枚守护蛋，成长过程中会自行孵化，孵化出来的就是守护兽。守护兽也全都是鸟类，可以骑着飞。我小时候可羡慕了。你干嘛呢？你没事吧？没事。哦，喂，茉莉，脏的是走啦，回去了。人心。刚才搞什么呢？龙井少爷，奇奇怪怪的。普洱少爷，我们回来啦！啊，回来啦！我和龙井捡了个蛋，刚好煮来，大家一起吃啊。运气不错。熟了吗？还没有。还好蛋没什么事。银针妹妹，介绍一下。那个，我叫白毫银针，12岁，来自白家鹌鹑血统，还在修习中，希望能成为水系术士。因为把蛋弄丢了，我就出来找他，结果我也在树林里迷路了。都
多亏遇到了姐姐们，谢谢姐姐，还有哥哥。好可爱的小姑娘，我可以摸摸你的羽毛吗？可以呀。不可以！快住手！那是耳朵。哥哥的耳朵倒是可以随便。那么说回正事，营地共有3层防线，外边第1层有防御阵，中间第2层有重兵把守，核心第3层内部生长着向日葵，不但配备了进化师，还有最坚固的防御墙。根据情报，魔兽突破了防御阵，守军现在退守在第2层，希望援军能从外围支援，里应外合，一举击溃魔兽。魔兽？你们说的是黑化的冥兽？对，很危险。如果魔兽攻破了核心防线，进化师也被咬伤，那就意味着整个营地已经全部黑化，无一幸免。没错，这个时候最外层的封印就会启动，把所有的魔兽和黑化民族人封在里面，避免他们跑出来传染。这根本就是生化危机！而这个光柱，就是封印启动时最后发出的光芒，已经全军覆没了。我还是第一次见到封魔印，真是了不得。事不宜迟，我们走吧。好。小银针怎么办？这种事不该把它卷进来。我是进化师，我可以进化，请带我一起去吧。这么小就是进化师了。不愧是白家家长的妹妹。我可以帮上忙的，我很有用的。可是那边太危险了。拜托。茉莉姐姐，带他去吧，带他去吧，我来保护他，以魔法师之名。管好你自己再说吧。走，我们出发。为什么小樱的骑术都那么厉害啊？这不科学！闭嘴吧，拖油瓶！这么快就完成了，我大概是个天才吧？不，我就是个天才！像我这种天才，要是再努力一点，岂不是要卷死整个世界？了不起，不愧是我！现在就去那营地玩玩吧！这位衣衫不整、只穿中衣的魔王大人，想去哪玩啊？我不想，不敢想。给我老实在家等着。什么嘛，姐姐穿的比猪衣还暴露呢。这种小事用不着魔王亲自出门，我替你去。早去早回啊！事情变大了呀！报告家长，向日葵营地沦陷了，请求发兵支援。小银针找到没有？属下无能，还没有。哼，组织一下，准备发兵。
玉，来，小心些。哇，这就是风魔鹰啊！近看更壮观了。那就是魔兽。这么大的吗？没事，封印拦着呢。看样子，情况确实不容乐观。魔兽的黑化程度很深，估计不好交流了。封印有几处破损，看起来撑不过今天。哦，茉莉啊，茉莉。茉莉，不能靠封印这么近的哟。尾巴都炸毛了，你没事吧？没事。原来真的是小猫血统啊！不管怎样，先加固封印再说吧。碧螺。哦，好的，少爷。嘿。哎。碧螺姑娘，这是在做什么呀？碧螺是封印师，而且懂兽语，不然你以为带她来干嘛？啊！搞定了，再坚持3天都没问题。哇，可恶啊！好妖艳，好有实力，明明之前那么天然的。碧螺的师傅是民族有名的封印师，也是少数精通兽语的人。碧螺姐姐好厉害！那么，接下来 ，Hey guys， Who the hell are you? Don't worry, we will purge you. If you dare come in. What the fuck？ 这就是兽语吗？这是兽语啊！茉莉姐姐也懂兽语吗？茉莉姐姐也好厉害。史书记载，历代魔法师确实擅长兽语。哦呦，不错哦！看来茉莉你不是一无是处嘛。Sorry, my English very poor. 英格勒斯，大家，我沟通好了，他们是这么说的。哦，外面该死的老伙计，你们这群家伙只配跪下来舔老子根本就不存在的鞋，等老子出来就把你们的头拔下来塞进屁股里。直接强攻，打死了算我的。复议，打死了算他的。这样不好吧？可是，要怎么把里面黑化的人弄出来？一个个进化很难的吧？打晕了不就成了？哎，那个，其实我会空间净化阵。啊，那是什么？什么空间阵？对，没错。天哪，太棒了，简直不敢相信！茉莉，你不觉得羞愧吗？什么情况啊？我会努力。不，我能做的。整个营地的净化就交给我吧。好，就这么定了。银针来布净化阵，我去帮你们牵制一下。哎，家伙要变形了，出来！那我也去帮个忙。我去劝劝他们下手轻一点，以和为贵。锋利10级。那茉莉小姐和银针妹妹去布阵吧，碧螺守在这里。银针啊，我们这是在干嘛？绕着封印画个圈儿？对，画出需要净化的范围，用水来引流，
发动时整个镇里的生物都可以被净化。啊，小银针好强啊！年纪这么小就懂这么多。啊，没有啦，只是因为研习空间阵的人不太多。不是谁都能做到的吧？我是天生的辅助系，只会净化和治愈，不会攻击，很弱的。辅助系多好啊，每个队伍里必须来一个呢。真的吗？当然了，真的。能遇见茉莉姐姐，真是太好了。茉莉姐姐是魔法师，一定很厉害吧？也没有啦。我不知道自己将来会成为什么样的人，但我也想成为有用的人，能够帮上大家的忙。所以，我想努力一下。我会拼命努力的。大家都很厉害，而且都成为了姐姐的同伴。我也想和大家一起。姐姐不用等我，我会努力追赶的。我会成为那个配得上站在魔法师身边的人。对不起，我不配。那茉莉姐姐的目标是什么呢？我看看有多难，要用多久才能追上姐姐？在我长大之前，来不来得及？我嘛，嘿，那我想要成为配得上你的魔法师。茉莉姐姐太会夸人了，我会努力的，我也会努力的。一个打10个。好了，这是我的媒介《民族百科全书》。里面记录了整个民族大陆的一切。哄谁呢？这不是字典吗？民族百科全书第197页，通往海洋的道路，请为我打开。空间净化站。小银针，你好厉害呀！能帮上忙就太好了。哇，厉害！一下子全净化掉了。是啊，终于把这些人和兽从七皇手里救下来了。你这狗嘴里吐不出象牙的家伙！哇，尸横遍，他们没事吧？他们黑化的太久了，可能得昏迷一阵，休息一晚就没事啦。少爷，啊，龙井，你们没伤到吧？没事。这些人要怎么办呀？红家和白家的人会过来善后的。先把人搬到帐篷里，冥兽扔周围林子里面就好。好的，少爷。来吧，我们一起善后。好了，伤口都愈合了，这是最后一位了，这样就能恢复了。
就这样好好睡一觉。过来搭把手，咱们把大冥兽拖到林子里去。嗨！搞定了，接下来只要等援军过来就行了。呀呼，好耶！我们要在这里过夜吗？不用。小银针，白家主城离这儿很近，我们走吧。援军应该很快就到。本来以为还能多玩一会儿的。什么人？哼！魔族，卷发，独眼，这个人是魔族右将军啊！魔族已经很多年没有进入民族领地了，大家小心一些。别紧张，我不是来打架的，只是有个问题，谁是魔法师？听说魔法师是个小姑娘，红毛小狐狸，你看起来最强。是又怎么样？你有什么目的？这脾气完全不像你阿爹嘛。哼，那你呢？这边的粉毛小兔子，我生得这么好，不是魔法师可惜了。主人，听得到吗？别回头了，笨蛋！我是小白。这是一种高深的术，反正只有汝能听得到。主人，汝听好，不要用魔杖，千万不能在魔族面前暴露魔法师的身份，知道了吗？记住，魔法师对整个大陆很重要，无论怎样都要保护好汝和魔杖。还有这边的小家伙，我这么小就出来力量了，看耳朵是白家的吧？那么剩下的这只普通的小猫，普通的样貌，哼，平平无奇啊！呀！抓到你了！小法师。反应不错。15年前，那场战争之后，双方约定议和之时，有个魔族把一个婴儿送到了绿家领地。那个魔族就是你吧？哦，是你呀！没想到已经长这么大了。15年前，魔王动乱平息之后，有个魔族把一个婴儿送到了绿家领地。那个魔族就是你吧？哦，是你呀！没想到已经长这么大了。说起来，当年我和你们差不多大呢。呀，看不出来呢，原来是长辈，真的吗？哎呦，这岂不是更好？没办法，既然被听到，只好都灭口了。是你自己讲出来的！好强的威压！那个婴儿是什么身份？为什么送到绿家？果然是一无所知。绿家老头口风很紧了，那些旧事我记不清了。想知道的话，直接去问你们家长老啊。那几个老家伙可没看着那么糊。那么，这边的小法师。
龙剑。不错，还知道把风力加速用在人的身上。茉莉没事吧？感觉还好吗？之前不是说不动手的吗？哼，魔族的话也信，太天真了。茉莉，接下来听我说，你要保证留在这里不要动，无论发生什么都不要离开，也绝不可以使用魔杖。可是说好了。喂，龙井，这都是什么意思啊？你等等，哎，可恶！茉莉姑娘，沃尔，拿好这个，不可以丢了呀。这不是防御。风之壁。光之术，御剑阵。你们，喂，你们俩是打算把我关在这儿吗？碧罗，给茉莉上封魔印。是，少爷。等一下，我也能战斗啊！哦，黑家的风之壁，绿家的御剑阵，还真是大手笔呀！茉莉小姐，请不要出来。连碧罗你也……封魔印！封魔印只能阻挡魔力，可以说是只对魔物有效的防御阵。小银针也进去吧。所以对民族人使用的话，反而可以保护你。我不是问这个，为什么让我待在这儿？我也能和你们一起战斗啊！茉莉小姐，你是民族唯一的魔法师，无论你还是魔杖，都不能落到魔族的手里，所以你不能出手，也不要出来啊！连封魔印都用上了，就这么不想让我靠近小法师吗？准备好了？年轻人还真是冲动，我可没打算跟你们。风之术，都说了不想开战。秦皇。有点意思。碧罗，那边那个魔族很厉害吗？从气息上来看，相当厉害。不过对方既然已经冲着我们来了，不如大家联手，先发制人才是上策。3、4、5、6，六维剑法！
险啊，差点就挡不住呢。竟然毫发无伤！这个年纪能释放六尾的力量，还真是后生可畏啊。这样的。没事吧？没事。少爷厉害，魔族受伤了。碧罗，龙井他们是在全力战斗吗？是呀，对方实力要比我们强，而且还是魔族，大家当然要全力以赴。如果这一战我们打不过会怎样？哦，说实话，有点生气了。茉莉小姐，这是民族边境的防线，不管是这里还是茉莉，我们都会守住。不要怕，我也会全力以赴的。用血凝成的片子吗？要来了！季红，乖乖待着吧。祁红小姐，是影子。别离树林太近！来不及了，
游戏结束了，小朋友。少爷，之后回想起这几分钟的逆转，就像是游戏选错了分支，下意识的想要回荡重新来过，可是人生没有存档。劝你们还是不要轻举妄动，越挣扎束缚越紧。我说，这位小法师，你不是有魔杖吗？为什么不用呢？不觉得有趣吗？足足3层防御，3大世家的少主联手保护你。可惜，没人能保得住你。害怕、自责、后悔，各种强烈的情绪像洪水一样涌进脑海，却还是一片空白。一定还有什么办法？怎么办？必须要做点什么！快想啊！小丫头年纪不大，胆子倒不小。伤害少爷的魔族，不可饶恕！100分百封魔印！居然还有能用出这个的年轻人，看来绿家老头子没绝后啊。不过老头子应该没告诉你，100分百封魔印并非不能解吧？这个印完整的意思是，魔族必须付出相应的代价，否则将被永世封锁。那么，这条手臂就送给你。破！碧罗姐姐，眼睁睁地看着同伴倒下，快得来不及反应。碧罗，先管好你自己吧，小家伙。像猎物一样被紧紧地盯住，躲不掉，封魔印也逃不走。
风之壁，是留下朋友被伤害的愤怒。和对自己无能为力的绝望。民族百科全书110页。茉莉姐姐，请别伤害茉莉姐姐。明明已经哭得说不出话，却还在想办法保护我。今天这是怎么了？碰上的都是本家子女。不过小姑娘啊，不是这个防御不够好，而是你的对手太强大了。云真，茉莉姐姐。只剩你一个了，小法师。不打算反抗一下吗？什么都不做就结束，一点也不开心。小白，不要怕，我会努力追赶的。我也会，全力以赴的。成为那个不管是这里配得上站在魔法师身边的人，我们都会守住。可以是一个废物。相信我，一定会回来找你的。无论发生什么，都不要离开。说好。龙井，龙井，放开我！放开！放开他！强弩之末，把茉莉还回来！小法师，你仔细看好。本来不用闹到这种地步的。不是你，一个人的血量是有限的，他已经失血过多了。而白家和夏至的援军，日落之前就会赶到，所以，我们联手再试一下，说不定还有转机啊。这还用你说？那么，你来保持理性，持续输出，我去拖住他。你看起来很理性嘛。是吗？接好！用肺火求速！
怎么样？想动手了吗？抱歉啊，让你害怕。魔族是暗属性的，你用光元素的魔杖更有优势哦。不愿意的话，你的朋友就会死了哦。这样你就会动手了吧？啊，从谁开始呢？从最小的那只吗？还是从最不安分的小狐狸开始？或者全部都？真是无聊透顶！我从来没有想过要当什么魔法师，什么责任，什么身份，什么上学、考试、写作业，到底是上清华还是上北大，这些我通通没有想过。谁要当魔法师了？谁让你们当回事了？我会跟你走的，让我把话说完。我要跟他们做个了断。祁红，我喜欢你啊！普洱，你是个好人。碧罗，春姑娘，小银针，谢谢你们。不客气。还有龙井，龙井，对不起啊。所以明明有未婚妻也有隐士的，还天天给认识没多久的女孩子做饭，是什么意思啊？不闹别扭也不生气，笑起来还这么软，一点气势没有不说，就是想勾人吧？把耳朵露出来不就是想让人摸的吗？少爷，少爷，你没事吧？茉莉，里面那只红毛狐狸，仗着天赋高、出身好，含着金汤勺，天天跟人家争强好胜。光会打架就算了，怎么什么都会啊？回家继承你的家产去吧，别想反驳，你全身上下就嘴最硬。还有这只白色萨摩耶，天天穿着粉褂子出场，自带桃花雨，撩完这个撩那个，八卦打探，样样不落的黑心商人。这么花里胡哨把你扔到月阁去唱歌，月魁的位置根本轮不到碧罗。说的那个反应慢半拍的傻白甜粉毛兔子，别人说什么就信什么，对你好一点就开心的不行。这么好骗也能当隐士的吗？脑容量全部下沉到胸腔了吧？还有出场开始就哭到现在的小鹌鹑，知道自己弱就先躲好了呀。这么弱还要勉强自己保护别人，我听不懂。先管好你自己吧。说什么任务简单报酬高，全都是骗人的。说什么加油啊，相信你，根本都是糊弄人的鬼话。天天在野外跑来跑去的，难道我是流浪猫吗？我也想黑化当反派啊！都把自己弄得破破烂烂的，我根本就不想要啊！茉莉在说反话，所以就算你们救我，我也一点都不感激。这个家伙是打算用暗魔法对抗暗之术？光魔法的启动条件是说真话，而暗魔法则恰恰相反。黑岩，暗魔法需要纯净、信念、勇气，这样的精神力量，你有吗？加油啊，小黑！暗魔法！
事就好。茉莉！太好了，你没事。祁红，祁红。祁红，你刚才差点让黑家失去一个继承人。茉莉，你没事吧？你哪里坏了没有？我没事了。脖子流血了，疼不疼？疼不疼啊？你伤的比我重。我也喜欢你。祁红，我喜欢你。你干嘛？我也受伤了。那你想要干嘛？也不知道刚才给谁挡了颗子弹。谢谢。啊？我没听清啊。龙井，太好了，茉莉小姐没事啦。没事吧？让我看看，快送医院！银针呢？流了好多血啊！真的没事了？真的？会恢复的。普洱，你没事吧？先止血吧，快包扎啊！哎呀，真的好痛啊！先止血吧，疼不疼啊？肯定很疼吧？被关心了呢，感觉很快就能恢复了呀。普洱公子一定会早日康复的。还得是小茉莉和碧螺姑娘，真是不一样。普洱少爷又多了一个窟窿。茉莉姐姐，茉莉姐姐，银针，银针，小银针啊！我在这边呢。看来银针妹妹受鸟吸血这下知道怎么迷路的了，有点夜盲啊。主人啊！笨蛋！你怎么咬我？魔族的气息消失了，他死了，我犯罪了。不，魔法没有吞噬他，右将军在那一瞬间离开了。不过这也意味着魔法没有消失，暗魔法将会自动锁定距离最近的生命体，直到命中某个目标，释放魔法为止。小黑白，救命啊！想想办法呀！不知道。终于开枪了！不行，不开啊！小银针的蛋要碎了！喂，接住了！好球！就是现在，主角拯救一切。我的蛋，它没有反应了。熟了。银针啊，你要不要先给龙井做个治疗吧？感觉我过去17年都没有今天热闹。少爷不要睡啊，快醒醒！民族百科全书第2位
哎呀，我这命运少爷好像我的指大哥治疗中断了。小银针，深呼吸，我们再试一次。谁呀？姐姐。妹子，你去哪里了？总算找到你了，姐姐好担心啊！快跟姐姐回家吧。啊，就是你，弄哭了我可爱的妹妹。不是的，姐姐，不是茉莉姐姐的错，是我不好。把我妹弄哭了，她还为你说好话，可恶啊！到底对我妹妹做了什么？别凶她！你叫茉莉是吧？幸好救我！我记住你了，我不敢。普洱，救命！普洱哥哥！啊，伤势好重，头好晕啊！哎呀，喂，你们，我的友谊呢？我的朋友爱呢？好了，骨头都接上了，伤口也愈合了。不过龙井失血过多，估计要静养一阵子才能慢慢恢复。这条手臂刚才是不是脱臼过？我已经接上了。哎，这个贯穿伤再歪一点就伤到肺了呀，真是命大。劳烦姐姐费心了。干掉我姐姐的只能有银针一个人。小姑娘都是擦伤，问题不大。谢谢白家姐姐和小银针。茉莉姐姐，哪里需要治疗吗？她一点事也没有，我在这儿呢。多谢各位小友救了我妹妹，这份恩情白家一定会记得。我叫白牡丹，是现任白家家长。白家主城离这儿不远，请各位今晚随我一同去主城再做休养。不远？跟着白姐姐飞行的话，1个晚上就能到了。啊，我就知道。至于向日葵营地里那些晕倒的族人，稍后会有人来接手的。原来还有晕倒的营地守卫啊！关于我们的采集任务，我已经拿到3株向日葵，用作明战大会的奖品。原来我们还有采集任务啊！你还能记得什么啊？接下来只要把向日葵送到绿家，就可以交差了。什么？还没有结束啊！碧如去睡吧，我来守夜。我要负起隐士的责任，守护少爷。睡得很香呢。是啊。放心吧，不会走的。我保证，你醒来时一定可以看见我。我说，我相信你。
是吧？怎么了？笑这么开心？茉莉说喜欢我。茉莉还说，她也喜欢大家，听到没？茉莉说，她也喜欢大家，喜欢大家，大家喜欢大家，大家，大家。就这样，年轻的勇者踏上了新的征途，而未知的冒险也即将展开。发光哎！放到这里，放到这里。啊！魔族偷渡啊！救命啊！不要杀我！我不是魔族。真的？请问，白家主城怎么走？